立夏，天地始交，萬物並收。各位，喺谷雨之後第15日，我哋迎嚟夏季嘅第一個節氣立夏。佢通常喺每年5月5號或者6號前後嚟到，標誌住春天嘅結束同埋夏天嘅正式開始。乜嘢係立夏？立係開始，夏係夏天。古人話：夏，假也，物至此時皆假大也。呢度嘅假係大嘅意思，亦都係話春天播種嘅植物，到咗立夏已經長得粗壯茂盛。歷書中記載：豆至東南，為立夏，萬物至此皆已長大，故名立夏也。古人將立夏分為3候，細膩觀察自然嘅變化。一候劉國明，青蛙或蝻蛄喺田間開始鳴叫，預示咗夏日嘅喧囂即將到來。二候蚯蚓出，蚯蚓亦都由泥土中鑽出，幫助土壤通氣，為農作物生長創造條件。三候黃瓜生，黃瓜嘅藤蔓迅速攀爬生長，象徵住蓬勃嘅生命力。呢3候生動描繪咗立夏時節動植物活躍、萬物繁茂嘅景象。至於立夏嘅習俗，古代帝王會喺立夏呢日率領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舉行迎夏典禮，身穿紅色禮服，配搭紅色飾物，以表達對施夏之神嘅敬意，祈求豐收。對農民而言，立夏係農事繁忙嘅關鍵時期，此時氣溫升高，雨水增多，雜草生長得快，需要及時鋤地、施肥同埋灌溉。立夏教我哋，春天播下嘅希望，到咗夏天已經茁壯成長，生命喺陽光同雨水中盡情綻放，充滿咗熱情同活力。讓我哋一齊迎接呢個蓬勃生長嘅季節。